最近有關九運嘅論述傳得沸沸揚揚，差唔多每位客戶或者嚟上八字班嘅學生，亦都會趁熱鬧問個一二。不過唔知大家是否仲有印象，其實喺中美貿易戰2018年前，基本上喺行業裏邊嘅風水師都會話中國喺九運會非常好，投資喺中國嘅前景非常亮麗。至於而家呢，口風都改變得七七八八啦，幾乎都講緊九運如何艱險，又點樣困頓。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傳播傳統正宗卻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內容涵蓋四柱八字、紫微斗數、風水易卦、相學等多門術數。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睇得更遠。風水地運冇吉凶，道基唔係在此睇別人嘅頭，我只係嚟讓大家認識風水地運嘅學理。詳細學理在本人於2018年出版嘅《天地有律》中嘅八運與八白星嘅正解上下中有記載，圖書館可供借閱。你明白啦，便唔會人云亦云隨聲附和啦。呢度盡量簡單地概括，單純嘅風水地運係冇吉凶嘅。道基再強調一次，單純嘅風水地運並冇吉凶，唔會有 A 地運吉而 B 地運凶嘅情況，亦唔會因為某時段處於 A 地運 A 坐向或某坐向，便會因此而成為必然嘅吉或必然嘅凶。無論外聯山水等外界物質如何亦如是。因為要判斷一地嘅吉凶，仲需要配合其他決定性嘅因素。風水地運只係反映該時段嘅世界處於某種狀態，存在某種特質而已。其實立春八字亦都係同一道理。立春八字本身係不具有吉凶屬性嘅。立春八字不過係反映立春當下嘅世界處於某種狀態，存在某種特質而已。不明術數中動靜睇用嘅，便往往錯誤地以此作為推算流年吉凶嘅根據。除非你強行將唔同國家界定喺唔同地運，呢個做法有一個明顯嘅缺陷，道基不在呢度講破。世界各地便應該喺同一個地運，呢個亦都係現今風水界最廣受認同嘅概念。但試想想，如果某地運係吉，又某地運係凶，基於全世界都同喺一個地運底下嘅邏輯，咁全世界於該時段都必然只有一種吉或凶嘅走向，結果就唔會有某啲國家好好，有某啲國家好差，有某啲國家冇乜大改變嘅情況出現。而所謂嘅某座、某向、某區於某運必然嘅吉或凶嘅理論更係荒謬。傳統風水學從來冇呢番說法，有啲門派強行將古文延伸解讀，當然可以任其演繹。只因為清末民初時期開拓嘅理論喺民間廣泛流傳之後，大家一窩蜂跟隨罷了。及後唔同嘅變奏版出現，令大家迷上各種嘅換天心轉運、到山到水、吉坐吉向、國王嘅法則。其實咁多年嚟，事實已一再證明，呢類硬法則最終只會讓人踢到硬鐵板。情況就有如睡房、廚房、大廳應該有啲咩，卻不能有啲咩一樣。道基會將呢類風水法則視之為國王嘅法則。呢啲法則係統而條理地教導人們如何挑選六合彩號碼球。如果你因此而中獎，恭喜你！相信風水嘅人應該客觀地睇下呢幾十年嚟你活着嘅世界係點樣發展嘅，眼光唔好總係從中國香港出發。道基10幾年前學風水嘅時候，唔少大師曾經話七運為對卦，利以口生財、偏財，大旺演藝娛樂事業，所以香港嘅演藝娛樂事業蓬勃發展，並指出香港嘅演藝娛樂事業於八運衰退嘅原因係因為七運退運。當時嘅同學們似乎都被說服咗，但係大師們點都冇料到，後嚟嘅發展正正呈現咗何謂風水輪流轉。過往10幾年，中國內地同韓國嘅演藝娛樂事業可謂如日中天，只係我哋自家香港不旺。中國內地百花齊放，人哋韓國更爆炸性嘅衝擊全球啊！有關八運嘅解讀，天地有律有詳細描述，其餘嘅林林總總呢度就無謂逐一點出咗。有趣嘅係，當提到九運，呢啲風水師們仍舊用同樣嘅邏輯侃侃而談，信而不迷，客觀思考。學習五術，時刻要提醒自己需要保持信而不迷嘅態度，不迷於術，亦不迷於人。術與人既在內，亦在外。如果摒棄感性嘅部分，你唔會學得好啊！
但感性嘅部分一旦完全蓋過咗理性，你便會離真相更遠。其實好多民間流傳嘅術數學理，只要願意跳出嚟客觀思考，再套進生活中嘅唔同境況去應用，便會發現弊漏處處。所謂嘅神奇經驗，實際上係非常局限嘅，而且好多時係需要配合江湖技巧。而家而唔係散播奇幻傳說嘅世界，只在於大家係咪接受現實嘅啫。九運嘅本質，回說九運，2017年至2043年喺風水地運嘅1至9運中，只有9運係五行屬火，所以要了解九運，首先要了解火嘅本質，而唔係單純見到真火或者假火。能源、能量嘅東西，行業便完全將其歸類於火五行屬性。呢個係個即使學咗術數多年，而仍有好多人會誤解嘅課題。我收過嘅風水班學生，無一不係帶住呢種觀念嚟學嘅。呢啲知識看似基本，但卻恰好反映咗一個人係點樣學習術數，點樣運用術數，對術數嘅了解程度，對術數嘅認真程度等等。咁到底火係乜嘢？我哋又應點樣理解火？科學嘅定義暫且無需深究，我哋只需好直觀，現實生活中嘅火係如何生滅就好足夠啦。火嘅本質係火速發生而帶有持續性嘅，一般情況下嘅火係唔會一燃即滅，亦唔需要長時間蓄能先至能夠產生。自然界嘅火一旦燃起，便會係迅速燃起，然後將附近能被燃燒嘅物體燃起，直至再冇燃料及被燃物，先至慢慢消退，慢慢熄滅。呢個係火嘅本質，亦即係九運嘅最大特性。貿易戰、顏色革命、國安法、俄烏戰爭、銀行加息，眾多嘅科技奇點 AI、ChatGPT、人造生命等等，起源嘅時間相當短，留低嘅尾巴相當長。免費嘅資訊到此，道基一如以往地呼籲，希望閱此文後而有感獲益者，當力所能及時，能用自己嘅能力去協助他人。令文再補充配上離卦後嘅解讀。其實佩戴口罩嘅行為現象，正正就係離卦嘅象徵。P.S. 國王嘅法則於本文嘅意思係自以為或者自稱為係凌駕一切、無視一切，並必然會成功嘅法則，實際上卻係缺陷明顯嘅想當然。概念取材自童話《國王嘅新衣》。道基使用嘅風水技法建基於二元八運系統，二元八運中嘅九運為2017年至2043年。相關文章早就九運了。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留言話我知。多謝收睇，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